國防部今仔日偵查到8隻中國軍機、10隻中國軍艦，還有7隻因的公務船來擾亂咱台灣。中國海警局是家己講家己對，講因是佇咧台灣東部海峽咧巡查。咱國陸委會是大力批評中國，講這款違法的行為，無論幾屆，攏同款是違法。中央成員兩岸情勢緊張，中國海警局講，中國海警秀山艦編隊接替第三艦編隊，繼續佇咱東部海峽進行執法巡查。海巡8里艦、花蓮艦採取並航監控制壓中共秀山艦，中明艦動態用具體行動反駁中共假執法真曲權的陣地作戰。陸委會也表達強烈譴責，指中共佇台灣東邊海峽無存在主權甲任何權利者違法行為，做較濟也是違法。海警14606，中國海警。國防部測試公布，查到共機8隻、共艦10隻，結合公務船7隻駛繞大海。學者觀察，中國海警用執法巡查名義，暗含真正目的，包含宣示主權、熟悉戰場環境、演練海上防守、考驗海軍海巡海峽監控甲態勢監督能力。衝突升高的時候呢，他的海警船呢就進行就是以執法為名，實際行這種所謂的封鎖跟攔截之時哦，那海軍呢就直接實行這樣的一個作戰的行動，那彼此海軍跟他的海警呢可以互相交相答非。另外，國軍向美國買108台 M1A2T， 被叫做是代表上強戰車，已經全部到台灣。陸軍269旅練兵3型戰車連，初三舉行成軍典禮，加做第3換裝 M1A2T 的定位，負起捍衛大台灣黨建。584旅擔負的是桃園還有新竹一帶的反登陸任務，特別是保護這個桃園機場，還有這個台北港一帶。那麼在林口的269旅則是守護大台北的門戶。那林口台地也是敵可能空降或機降的地方。針對中共反台可能鎖定南口執行機動作戰，來牽制台北市中心。陸軍269旅 M1A2T 部署在南口鼓山交界，提供部隊同炮火力支援，強化反空降作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